在地消息，要伫中华的东犁溪可能树隧道最近进入开花期，本来绿色的隧道呢，变成这个黄金的廊道，赏花方式嘛真特别。规条街甲封起来，互民众会使直接倒伫涂骹看这个花，欣赏金色的小花，尤其是这个花一直落来时，都袂输你落雪共款，真浪漫。 主持人一话下，这收花民众坐落了后，直接就倒伫大路里欣赏塔卡顶的乱树开花美景，几啊百个人真壮观。这是彰化县东犁溪台湾乱树隧道。 长有1公里半，进入开花期，变成黄金隧道。为着让民众当欣赏美景，社区风街举办这安尼倒伫大路里，特殊个浪漫的收花，非常的缤纷，然后很浪漫的一天，这样很清凉、很舒服的感觉。之前有这样的体验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对。平常都是特别来这样的场合，对不对？对。 主办单位表示讲，这台湾木兰啊，今日花期较早，已经开将近5成，即马是金黄色的，搁再过一阵仔咧，花会变成是红色的，所来搁再转变做地色的，无同时间来就无同的美景。